好，咱要特别来看咱的李济江辉呢，昨暗晖时阵是连续唱3条歌，听到这熟悉的歌声，搁再出来，大家耳仔是啪啪啪。要若对这江辉来讲，会当搁爬上台顶，伊家己嘛感动甲后知。我要甲你人条条，不要行见笑。红麦抗癌9年，台语歌坛天后江蕙复出的第一场演唱，登上台北大巨蛋，为国庆献唱。一开始就用温暖的歌声，甲台湾这块土地染调调。请好朋友林丽为伊量身做的这套黑色的战袍灯台，江蕙清亮的歌声，和歌迷真感动。这首经典歌曲过后，互大家转到金曲的回忆。等待转去的时阵啊到，我会让你心酸，因为我会不甘放你为我目屎流。连续3首歌，经历过调癌、开刀化疗的艰苦的过程，带着欢喜的心情，搁再登到舞台，目屎就要流出来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？看到大家，好感动。那么为观众见证江蕙华丽回归，也是今年国庆上受到注意的话题焦点。江蕙讲，本来一股真多话想要讲，也想要伫咧台顶点较久的，看到这么多歌迷，真感动，真心祝福中华民国生日快乐！也祝福我们中华民国生日快乐！谢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